有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章是师父今天早上我写出来的东西。我每天心里面很忧愁，但是师父，你到底在忧心什么？你在悲啊？你在悲哀？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这么伤心？各位，我们是在关怀，忧悲是在关怀国家的安危。任何一个地方，不管哪一个国家，大家都希望安定嘛，大家幸福嘛，大家不要有这一种受到外在的干扰，或者是打压，或者是给你侵害，甚至于发生战争来暴动人民百姓啊，流离失所，然后生离死别。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发动战争，这个使用者，各位，发动这个战争的人，下这一道命令的人，他以后一定会受苦的，一定会堕落的。为什么？一旦战争爆发了，无辜的百姓就罹难了，不计其数。那么这些冤魂呢，怎么办？那会去找这个人的，会去找这个人。你始作俑者，这个人发动这个战争的人本身，你虽然很轻易的这么做，但是你所得到的果报，以后不知道几百世几千世，你就要堕落受苦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很忧悲，是在关心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危。现在啊，东南亚、东北亚，还有很多欧洲的，都发生国家安危。我们关怀是所有全民的福祉。大家希望事业啦、家庭啦，对不对？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受到干扰，平平安安、安居乐业啊，身心很自在、快乐。我们都希望全民都过得一个幸福、美好的日子，这是我们所要忧心的。哀愁是不忍心社会混乱，到处这样子打打杀杀、吵吵闹闹，各位啊，每天都这样，这社会混乱。就会造成什么？众生受苦啊！大家心里面不稳定，浮躁，一浮躁，各位啊，就会造成社会不和谐，就会不和谐。你看，人民要做生意也没办法做啊，所有这些旅游业的或者士农工商都没有办法很稳定、很正常的去推动去工作。你看，众生就受苦了，生怕是担忧。我们深深为什么会害怕？是担忧人心堕落，人心不古啊，不遵守仁义道德，人心你看胡作非为，内心肮脏，你内心里面贪嗔痴充满在整个内心的深处，就人心堕落了，没有考虑别人啊，不为别人着想。就是自私自利，这样人心堕落下去了。现在看到好多新闻报道各位年轻人动不动刀子就拿出来叫杀人，就要砍人。他没有想到他的后果，他的以后的下场就在监狱里面一关就几十年。有的吸食吗啡啊，那个大麻呀，各位鸦片啊，那吃那么多那个东西伤脑筋，伤害身体，结果他不管。就是为了取得一时的快乐，一时的那种麻醉，各位，他马上吃，到最后被抓起来的时候，关在监狱里看那么长久的时间啊！所以各位，我们很怕什么？是担忧人心堕落，担忧必遭恶报。如果这个人也做不好，这个年轻人也使坏，那么大家人心都一直堕落，那么这必招来很多天灾地变呢？为什么世界都不安定？为什么这个国家都没有办法安稳的正常的运作？为什么？都是因为人心就沉沦了，诚信沉沦了。大家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，那么跟别人起了很大的冲突。所以这些我们深深的害怕、担心，是担忧人心堕落。所以各位，一个真正有悲心的人。真正把众生扛在自己的肩膀上的人，各位发真正修行发菩提心的人，他随时就在忧悲，是关怀国家的安危，关怀全民的福祉。哀
哀愁。为什么会哀愁？是不忍社会纷乱，不忍众生受苦，生怕是担忧人心堕落，担忧必遭恶报，以后这个整个这个环境或者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很多多灾多难啊，不幸的事故层出不穷，造成人类最大的折磨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有真正发菩提心的人，我们要期待，赶紧呢，好大家一起念佛，大家一起忏悔，求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来加持，来改变这个人心。希望大家一心向善，社会更加和谐，所有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繁荣，都能够发展，对不对啊？彼此善待，大家和好相处，携手合作，共创光明的未来。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做。但是为什么师父会特别忧悲？是因为我很奇怪，我的心跟众生紧紧的连在一起，紧紧连在一起。众生的痛苦就是师父的痛苦，知道吗？师父，众生有病，好像我就得了重病一样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再怎么样都不忍心。最近我一再的看到很多这些灾难的消息都对外披露了。我们看到一再的强调，一再的问，找寻方法，看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，关心大家。好多国家似乎都一直打电话给我们各地的莲友，大家同心协力，赶快来协助他，关心他们，把这个灾难能够赶快得到一个改善，让人民百姓第一个时间就能够勇敢的站起来，缩短他痛苦的时间。我们一再的透过这个电话不断的联系，为什么？就是我们希望人民都能够平平安安、无灾无难、快快乐乐、吉祥如意的过日子。我们就期待这个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人生很短暂嘛，生命非常的无常嘛，今天在，明天就不见了，何必要动干戈？发动战争，而且造成很多人呢，各位罹难死亡，就生离死别，这是一个痛苦的事件，是一个黑暗的事件，是一个非常悲惨不幸的事件。所以我们不忍心看到这个局面，不要看到这个局面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希望大家同心协力，回向，经常回向，祈求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来怜悯我们一切苦海众生。我们的日子已经很大的压迫感，很大的痛苦了，很大的挑战了。我们不要再看到有天灾地变之外，还来一个战争。你看，这么多悲惨呐，多悲惨！各位，你看火山爆发啦，大海啸啦，大地震啦，各位你看那个台风，那个飓风一来的时候，龙卷风一来的时候，那个人民的这些财产、生命多大的伤害啊！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希望诸佛菩萨来加持，大家都能够平安安然的度过这些灾难。大家好好的念佛，发愿西方，各位发愿西方把这一段师父内心的感受给大众来分享阿弥陀佛。